请收看《花开正红时》，花开正红时。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一树爱缘分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认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声声缘分，句句命运，恁两人相爱什么时阵？甘愿离解说在考验阮，不愿听恁承认爱真情。一粒树爱叶花，一个时阵情路无步。我只有认输的份，无欠可怜，无欠同情，我免你打算。那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文华，我请你将我放袂记。你将我放袂记你好无？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好啊啦，你是咧拍这衰是无？这日门咧大咧啼啼哭哭，是毋是阮后生无死，你才不甘愿的？你是要甲哭到死是无？阿婆，我无这个意思啦。免辩解啊啦！你紧甲我出去，紧甲我出去！阿婆，阿婆。我是要安怎才好？看文华，你有啥物资格来看文华？阮文华已经互你害到魂袂不清，即马倒伫咧面前的，你有啥物要来看文华？小英，莫阁讲对不起啊！所有代志拢过去，咱重新开始好无？敢讲我真是甲俊男有缘？我真是要转去身躯边。我毋知影这张被是要写互你的，三日就甲看，才知影讲原来对你有感情。啊，但即阵你若无去看，是要叫谁看，对无？俊男在阮阿爸的故事上，伊所做的一切，我感觉我会用伫俊男的身上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标。就明知啊，结果俊男接近我是有目的的，你安尼伤害我，我也讲啥物意义？袂用的，我明天转去俊男的身边。我袂用的，丽玲对俊男感情遮尔深，我袂用阁伤害伊啊。我知影我应该安怎做。蔡朋友，时间到，来去地检处。
你哪来？啊，都小姐伊无法度来送你，我代替伊来啦。伊无法度来送我，为啥无法度来送我呢？你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头家，小姐伊想要开自杀啦！你讲啥物？伊自杀你讲讲，我要紧啊！我当然我要紧啊！无。你放心，小姐伊已经无生命危险啊。为啥物要安做？为啥物这样讲呢？组长，我拜托你，你我倒来去厝的一逝，我倒来看我查某囝好无？你免了去，这无符合规定。我知这无符合规定，但我拜托你，看在咱接个一年的交份上，你我倒来去逝好无？我保证，我绝对袂耽误真侪时间。拜托你。好，我答应。多谢啊。丽玲，丽玲，哎，你要创啥？我袂你管，我袂你管。哦，丽玲，你莫安尼啦。你走，你走。丽玲，我是要关心你呢。我不需要你的关心，你走，我不爱看到你。丽玲，你走。我知影我对不起你。我不爱听，你莫讲，你出去，你走，你走。我知影我即摆讲啥你拢听袂落，我也毋敢希望你原谅我，但毋过你爱好好爱惜你家己的身体。身体是我家己的，我是毋是爱惜我的身体，迄是我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。我不爱看到你，我拜托你。丽玲，你走，你走。丽玲，说你啦。你走。丽玲，我拜托你，你出去。丽玲。阿爸，阿爸。丽玲，阿爸。好朋友，我认真予你，时间到随爱来走。阿爸。丽玲，哎，丽玲，阿爸。说你。丽玲。阿爸。丽玲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这样讲着呢？爸母你若三顿，连你叫阿爸心安怎叫我这好？阿爸。你听我讲，阮阿爸这边会叫法律判几年，我拢心甘情愿来接受。也不过，我无法度放心的就是你啊。阿爸这边人入去，我唔知要到什么时阵才会当见面。阿爸拜托你，你千万唔通搁再做这种戆代志，互阿爸伫个好伤心好无？阿爸。我早若听你的苦讲，今仔日就面对我这种地步，这样怪我家己受过自尊心伤，受过压，连你哪里来死，我也怪罪在别人的身上。心只是大手两个翁仔某，我才会叫海杰来去对付伊。想要到我的印象才会做，这是拢要怪我家己自身的错误。请你原谅阿爸好无？准啊，你所做一切，本来我是无法度原谅你，但我为着丽玲，我甘愿放弃对你的怨恨。我即摆已经无法度来照顾丽玲，你是我唯一会当教中的人。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好好来照顾丽玲，千万唔通让伊受到任何委屈，好无？我都是为着你，我今才落到这种地步。感觉我咧求你也唔肯答应。阿爸，你莫求伊，我无伊安尼照顾，我无伊的照顾。丽玲，你听阿爸讲，我才知道对阿爸所做一切，你无法度来谅解。不过话讲倒转来，伊有伊的立场。但要认真讲起，伊似乎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查某囝。
这种对象，你是要去倒位找？准啊，我拜托你答应我要求好不好？老子长，你别安尼啦，起来起来，你先起来啦。你若不答应，我袂起来。杨组长，准人，敢讲得爱我甲你磕头，你才肯答应？好，杨组长，我答应你，来。杨组长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丽丽，把伊当做家己的亲兄妹。好朋友，时间到，阿强，组长，我求你啦，丽丽，丽丽，给我保重丽丽。真公平诶，歹势啦！啊，我查某人的工课煞互你咧煮食。歹势啥啦？啊，你较无方便，啊，我较方便啦。干那我养煮，啊，较煮着迄几项啊尔。袂啦，袂嫌的啊啦。好啊，你话你在创啥啦？好，你头年才好，无你讲无。大只片甲大一个啦。嫁着啊啦。假死哦！哎呦，你看，你是腰甲安尼许啦。紧啉水啦，紧啉水啦，紧啉水啦。阿强，两个要倒来。对啊。哎，你若姊也袂转来呢？自从讲要看文化，规步久啊哦。我来等下走一撮啦吼。唔免去啊啦，哦，一定是吼，恁姊仔甲文华哦，感情阁恢复啊啦，我后摆好转来。嘛有可能呢。若真是甲文化会当恢复，这嘛是真万幸的代志啊。对，怎讲啦？准啊，准啊，啊丽玲呾心情有较好无？啊无较好，你嘛唔通转来，你唔惊佫再想袂开哦？袂啦，我有叫阿祖甲顾好啊，我转来休困一下，小等佫转去。大个，你莫假啦！啥物转来休困者？你来看秋萍的啦。秋萍哦，即摆去等家看文华。做人兄，我若这队哦，是因为阮姐夫受伤啦。喂，秋萍哦，哎哟，啊你是要倒？嘿，我啊你哪会不爱转来啦？稍等，志强啊，紧的啦，你若止啦。阿姊，我要离开恁大家，志强，你认真打拼，好好准备考大学，等你考了大学以一天，阿姊会倒转来。阿姊，啊你是要去倒啦？志强，请你替我甲船长姆妈甲胡律师道谢，多谢因的照顾，嘛请你替我甲俊南讲，叫伊接受丽玲，好好对待伊。不管我伫什么所在，阿姊的心永远甲你做伙。车要开啊，阿姊要挂电话啊。阿姊，你莫挂电话啦，阿姊。阿姊是讲啥？喂，小表，你是毋是为着我去照顾丽玲，你才生气？俊啊，我并无去你照顾丽玲，我颠倒希望你会当接受丽玲，好好照顾伊一世。俊啊，咱两个的婚姻见证啊，请你将我放袂记。秋萍，你是伫咧后壁讲啥？我哪有可能甲你放袂记哩？你甲我讲，你即马人伫咧倒？喂，秋萍。我听啦，喂，秋萍，哎，挂掉啊啦！啊，但是讲啥啦？俊南嘛，啊，但是讲安怎？哎，啊，你若只讲安怎？阿强，你唔着讲话。阿强，啊。俊啊，伤心的代志已经足多啊，希望我的离开会当减轻已经造成的伤害。感情这条路，咱两个拢行甲足辛苦，希望这世人你对家己较好。
后世人命运会当对咱两个较好。准啊，我永远会思念你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。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你来这要创啥？你要离开遮？这个毋是阮带来的，我哪会无离开呢？玲玲，你要倒啦？我要去倒？我嘛毋知影。你莫安尼啦，你即摆一个人无依无我，安尼毋是办法。无安尼好啊，你先暂时保了我遐住。搬去你遐？对啦，我有答应恁老爸，要好好照顾伊。以后的代志，以后才拍算，好无？免啦，我无想要去搅扰你甲秋萍的生活。袂啦，秋萍嘛有交代，要我好好照顾伊。我毋免你的照顾，你毋是真心要照顾我，我无遗憾。哎，丽玲，你莫安尼想啦，我真正是诚心诚意的。诚心诚意。假使阮阿爸今日若无拜托你，假使秋萍若是无答应，你敢会来照顾我？高准，你无需要为着要互阮阿爸一个交代，才来照顾我。我无需要你的同情。哎，你莫安尼好无？我无迄个意思啦。你莫搁讲啦，我无想要听遐济。我带丽玲，搁再安怎落票？我嘛有我的自尊，我无需要任何人的同情。丽玲，丽玲。哎呦，啊包遐久安尼吼，好佳哉，迄外皮阁好好咧。嘿，大哥诶，你上尾骨头外皮都会无安怎啊？安尼哦，陈兄啊，行看觅。哈？安尼就会惊哦？啊，乖啊来。免乖啊啦，我扶你啦。免乖啊。来，说你哈，哎，你免扶，我扶就会使啊。无喏，无要紧，无要紧哦。陈兄啊，较细腻的呢。慢慢行吼，还踏出去哦。来，我要放哦，放，行哦。哎，倒去。哎，迄个有力咧，行到好势好势咧。春花啊！我真想会惊呢。谢天哦，恭喜哦！好佳哉，好佳哉！哎呦，好溜呀！啊，你哪会遮敖哈？我看你一颗溜溜安尼，啊，想袂到拢你咧甲我福建，讲安尼较爱好啦。陈兄啊，你袂记啊？以前我甲俊兰咧拍拳头袂过腰的呢，你骨头伤哦，妥当的啦。真好，真好咧。对啊，春花啊，这要创啥哈？啊，这也着搁问，啊，若唔甘等掉，你袂甲摕去做纪念品？哦，对吼，有人摆卡有通用啦。啊，你摆卡啦，我袂讲。莫黑白讲啊啦，摕去等掉啦。春兄啊，卡拄啊好，莫徛伤久，来遮坐坐。无喏，我就袂记甲你讲吼，我遐尼久拢无去看翁，嘛无去看阮大兄，爱咱去甲袂回一个啦。我是惊伊讲吼，伊看到我的脚会烦恼，毋只会拢无去，他即马脚就好啊，吼。啊，无我来去一个，好，行。免去啊，春兄嘛。阿强，哎，阿强，是安怎来免去？你看，啥物人来啊？春花。哎呀！
我出来了呢。真想要出家啊？是安怎哪有通出来？安尼无通知啦？阿叔，我去地检处问村友伯的代志，拄问到金龙伯啊，伊咧办出家的手续。哎呀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哎，吴小妹啊，啊，出家是欢喜的代志，靠怎样啦？来，遐坐，遐坐，讲。真想要到。那现在你开啥啦？啊，无啦，好去啊，好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哎呀，你遐坐啦。我来倒茶哦。哎呀，足万幸的，你会当出家转来啊。也毋过大树还搁咧放乖，啊无，你拨一个时间，甲我来去甲面会一下，好无？好，应该。好啊。唔免啦，村长嘛，我今仔去地检处了解过啊，因讲后日，等高等法院若收到公文了后，村友伯就会当放出来啊。大树会当转来啊！出来啊！咁啊！你春晖啊！恭喜啊！你人要出家啦！多谢多谢。春晖啊，啊伊是？啊，我煞袂记甲你介绍啦，伊是我路边捡的小弟啦。我真高兴。啊，路边叫一个小弟，那真高兴。无啦，我是讲我的名叫真高兴啦，拜托拜托。这免拜托啦，阿兄，我要甲你拜托啦。后日既然大树会当转来啊，咱斗阵来接伊转来好无？好啊，应该。早点啦，早点啦，好再见啦，村友伯叫接一个。嘿啦。恭喜啊！恭喜！哎，啊，你联络咧？哦，好啊，爱联络哦。好。妈。有啊，好。啊，恁厝哪无来接你？我就甲因讲，无用免来，无要紧啊。安尼做伙行好无？免，你做你来，我先行。好。阿叔。哟，哦，大树啊，真久无看，煞有用要卖去呢。啊，你用管出来哟？嘿啦。阮某咧，毋是伫遮。你某对人走啊？阿叔，你手嘛莫安歹，即讲话你也讲袂出来。春晖啊，哎，大树啊，这阮兜呢，你咧搞装这创啥？我著甲你讲，你某对人走，你听无哟啦。哎哟，我煞袂记讲阮某甲你袂合啦，但哪有可能住伫遮？一定甲阮小妹伫外口睡厝的。嘿啦，啊，伫外口睡一点，我著甲客遐大。叔，你即摆讲啥？你讲话足歹听呢。一句对人走，两句咧踮外口甲人咧斗，愈讲愈歹听呢。是咧偌歹听啦！啊，你某对人走，你小妹甲有翁咧斗，啊，都毋惊人讲，啊，来你惊歹听。愈讲愈含的。阮小妹甲迄个有某咧斗，你莫胡白讲哦。我咧胡白讲，我咧白白来胡平讲。我的话你若无爱相信，无要紧啦，去庄仔来探听一下，看你小妹即摆是毋甲迄有某咧花王咧斗，去问啊。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啊是安怎无可能啦？啊你厝袂调，你去互关，啊你小妹无依无我，啊毋靠查甫人是要靠啥人啊？啊我去互关，阮春晖啊伫个啊，保店哪会无依无我？讲到你迄个春花啊，那迄个查某毋是我咧爱讲啦，你去互关的时阵就对人走啊，互你顾保店啊，你顾秃头咧。哦，我即摆来探听，若无影我等下就去算账。是啊，你去问啊。春晖伯啊，英雄，我倒要找你啦。你写片甲我讲代志真啊假？当然嘛真诶，迄我真嘛少看的呢。春晖伯啊，讲遮伫咧讲啊，迄是恁的家内事啦。啊，你欠阮的钱嘛是爱互阮啊。各位啊，春晖伯转来，紧来啦！啊，大舅，你讲话拢计无影，拢用骗的你。
歹势啦，我拄出来尔吼，啊，花一点时间，我会好好处理，互恁一个交代吼。啊，我电大树人，恁嘛毋是毋知啊，我一向讲会到做会到啊。啊，像你叫我关了后，恁某恁小妹毋知走倒位，啊，无我一个交代啊。蔡小伯啊，你嘛知影大家拢艰苦人啦，今仔无论安怎吼，你也互大家一个交代啦，对无？对啦，对啊，一个交代啊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我电大树这世人，就算讲会做牛做马，一定互大家一个交代，安尼好无？哦，安尼好啦，公安就有影有影呢。来讲会到做会到，唔通去讲安尼，伊安知安尼。哎呀，做咩啊？安怎？啊，今日这份唔对啊啦啊，！哪会分唔对？啊，你内面人讲哦，昨就放出去啊，即摆人呢？无人知啊。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言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说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也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，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水烧。阿强，你庆一个会，我在遮创啥？这是要传酒要过火的啦。我听人一直讲哦，迄出国的人啊，要去秘书进前啊，打过一个火炉，这叫做好事来歹事煞。哎呀，这无效啦！你过水温后爱食这味。什么啊？低卡米线。什么面线？迄传酒白哦，啊食这吼，迄水温哦，受不了了啊！迄低卡面线才有效哦，每一个拢爱食一。我早就有准备啊，我买这济，大家拢有分。香诶，香吼。啊，主人到倒？哦，佮讲心情歹，出外口行行呀，可能是对面的公园啦。公园哦。嗯。我来先。主。我无衰啦，我免过火。吼。真怪，内面看起来你上水。孙啊，我并无去你照顾你，我等到希望你会当接受你，好好照顾伊一世人。孙啊，咱两个会婚见证啊，请你就我讲袂记。高主任，你无需要为着要互我爸一个交代，才来照顾我无需要你的同情。我带的人搁怎么落票？我嘛有我的自尊，我无需要任何人的同情。大爱啊，下无出来叫失恋，啊你一摆两个，啊只是吼一个摆插你，一个摆互你插，你我吼好诚济，你较保重的啦。无得讲吼，两个斗阵来找你，啊找无你要找我，我搭袂起呢。我想，我敢若是一只细只的河流尔呢。
尾有倒来遮无？伊也毋知咱倒伫遮是要安倒来，啊，毋是去接伊啊？接无着啦，已经放出来啊啦。阿强啊，你时间分唔对啊啦！你毋是讲船长要今日转来，哪会提早一天？提早一天？啊，伊是甲我讲上班今仔日会放出来，啊，嘛有可能提早一天咧。惨啊啦！当毋知走倒去啊！哎呀，伊敢会走转故乡？有这可能哦。我看哦，咱等下做行一撮，无等大桥咧厝等咱呢。阿嫂啊！哎呦，你哪转来啊？我出工啊啦。哟，哪遮紧啊？无你即摆讲啥？我提早出工，你无欢喜？我哪有？无你来讲，我遮紧就转来。阿兄，莫安尼啦，讲即句嘛无啥物歹话，莫甲想较济啦。春花啊，你要退伊咧讲话啦。若这早生活咧想在我知啦。伊可袂讲我死人鬼甲拢卖出来。阿金良，你讲这敢是人讲的话哟？你去用官嘞，你放我一个人，你当我日子真了过哟？我嘛真艰苦嘞。你敢会艰苦？是安怎？我第2面开你免去遐面话。我都无用啦。无用，出人做代志，你无用。阿兄，莫安尼啦，他自少年冤家冤到即阵，我是要倒来问大树的代志的。阿嫂啊，大树有倒来遮无？有啦，多谢你咯。哎，即摆人走啊？安尼走倒去啦？奇怪咧，你敢有惊我哟？你问我要问啥啦？你迄两个人歹惊？阿兄，莫安尼啦，你们见面就冤家，我是要倒来问大树的，既然敢唔知吼，啊无我四界来找啦，吼，免找啊啦，昨伊来找你无，伊就走啊啦。待伊无走是要安怎啦？啊，无面甲人做人啊，留我庄仔内毋去互笑死。免哪会无面甲人做人？啊，当阮欠人的债务嘛害甲差不多啊。即摆嘛是专工要倒来甲人解决的，是安怎哪会无面做人？这甲欠钱无关系啦，这吼都爱问你啦。看你做啥袂见笑呆啦！啊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问我啥物嘛无啊。我靠大只阿啦你好也袂啊？为什么话才要讲？莫你讲话正口倒啥？啊，讲就讲，你惊啥啦？通庄仔啦，大家拢知啦。迄保顶啊对着有某啦。啊，恁春花啊吼，大宝对人走。我安尼啦，阿嫂，起来！哎呀，莫啊别说啦。金良，你怕我？我怕你在意。你若讲后白讲话哦，你袂惊针对穿甲停嘅。是你叫我倒啊，你怕我做啥？我跟讲无对啊，我还有叫讲出来歹话。我老公也歹话，甲你吵架做咩叫人？你讲讲。啊，金良，自我嫁你，我敢有过着好日子？你竟然为着你一个人小妹出手甲我拍，我是算啥物？我唔敢有胆的。你会啦，你离的啦，你离的啦。离的就离吧，娶啊你这款某吼，你袂无你鱼啊啦。哎妈！阿嫂，阿兄，啊咱是要倒来解决代志，啊咱即摆愈舞愈大条啦。哎呦，阿嫂啊！哎，阿嫂，啊你在创啥？你啥人来叫水啊你？阿嫂啊，莫安尼啦，那某冤家应应的，莫安尼啦。啊，对对，你讲，你欠，细人你还甲我拍，这一点我永远都会记你。无啦，我哪有可能细人爱兄啦？你别讲我啦，我不爱听啦。阿嫂啊，啊你莫去当着，莫要安尼死。阿嫂莫安尼啦，你安尼我会。啊，春花，你都求神拜佛哦，无比我头走着恁了车尾，要若无，你也歹食困啦。阿嫂啊，你误会伤济啊，无安尼。行啦，阿嫂啊，莫安尼啦，行啦，紧的啦，阿嫂要走啊啦。你甲留啦。莫安尼啦，你无甲留，哪会用要走去啊？你走就好走啦，咱就甲留。你不管时嘛你走，这款某有敢若无的啦，走啦走啦走啦。啊，金良，你真正对我真粗残，哪样我要救我一个？但你一天若收着，你规日甲我求甲我拜，我嘛袂阁转来啊！好啊啦，莫插伊啦。阿兄，一款恶切无啊苦地啦，你若要走就走啦，你加大我加艰苦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，正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？
食便当啊！哦，我够胖的呢，真正我袂用。你心情歹哦？无啊，你哪有？你是毋是在烦恼你阿姊的代志？互我摇着啊吼，莫想遐济啦，食饭啦，食饭啦，哎。真赞，真赞，分了确实好。你毋是较早咱迄个地点的领班？志强你啊，哎呦，真拄好，我拄好摕物件要行，你等落你啊。我即摆伫遐上班啊。哇，今仔日穿甲咧拍哩拍哩，甲较早拢无共款啊咧。当然无共款咯，我即摆已经改道啊，地点也无做啊啦。无做领班哦，啊，即摆你做啥？对啦，我即摆吼，一间俱乐部吼，做经理啦。做经理哦，无简单呢。真哪有啥话啊，对吧？对，志强，你头拄仔迄小吹哦，分了确实够赞。我即摆公司哦，拄欠一个分小吹啊，你有兴趣无？当然嘛有兴趣啦，有兴趣。有兴趣上好啦。安尼啊，明暗哦9点，你来我公司找我替你安排。多谢，啊这样我替你处理就好啦，多谢。志强，安尼哦，明仔我等你9点，再见。多谢啊！出来，要倒？我要来高雄啦，你高雄是要创啥啦？找大手啊！哎呀，高雄看你要倒来找咧。我看你乖乖踮咧做，等开工啊。有当着吼大嘴自动会转来啊。阿兄，你免安慰我啦。我到遮，你嘛颠倒歹做人。庄仔头的人甲我风声啊，遮尔歹听。我咧想大舅一定是听到什么话，才会对我有误会啦。我若无紧找到伊，将误会解说互清楚，我今日就袂转来。你是要倒去找啦？我请来准男兄啦，伊啊遐尔济少年啊，拜托因甲我斗探听一下。毋拄若真正无消息，我才去想办法啦。阿强，真紧张诶，你紧张无？袂啊，哪会紧张？容易吼。袂闹气。志强，恭喜啊！好你喂，你哪没困啊？无事不定三宝天啦，有事专工来啦。志强，来，西装。摕西装要创啊？听你的讲彩啊。嘿啊，本来这束西装哦，是讲我娶某吼，才要摕出来穿的啦。听讲哦，你要去俱乐部上班的吼，需要西装，我才摕来互你穿啦。歹势啦！袂啦，阿哥，赞！你阿讲，来摕出来穿。情况嘛，气签哦，气签嘛，嘿对无？来，嘿，情况嘛，赞，谁真正有够。大哥啊，是对啊，唔对啊，西装遐大领要哪穿？唔知你是捌啥？即摆少年人咧穿西米露，拢嘛穿我咧看拍着，拍你啊，对无？穿袂惯势啊，穿袂惯势嘛，就爱穿啊。志强，你无听人咧讲，人食庄啊，佛食羹啊，你食喷，无啦，我意思是讲，你去迄个所在上班哦，一定要穿哦，咧体面者，啊无人会看你无去呢。对啦，安尼哦，穿西装啊。对啊，毋过袂下输啦，袂啦，无紧，你会好有我心领啊吼。好啦，时间无早，我先来上班哈。恭喜啊！多谢。我来穿啊，我这好习惯搞穿的。哎，大哥，你看我身躯有痒无？穿起来啦。想不到你这好斗阵。唔当诶，多谢你来甲我捧场啦。你若是爱我来，以后我逐工来甲你捧场，安尼你有欢喜？真实的哦，当然嘛，讲话爱算话哦。来，我敬你。笑什么？那过瘾。欢迎光临。经理哦，志强，你真时来啊！来我办公室，实在参观。好，行。
安尼啦，咱啉交杯酒。交杯酒，好啊，来。来，吓死！大叫，啊！这杯交杯酒有够好啉的，有够甜的。来。大，这嘛你还袂困哦？我袂忝啊。你研究啥？这是蔡明雄公司的资料啊，看有啥物办法会当把伊的公司救起来。啊，你要救蔡明雄的公司哦？对啊，算起来伊的公司是我母岛的，若是会当甲救起来，安尼对丽玲较有交代。对，你安尼讲吼有道理的。俊龙兄，我你喂。哎，阿强，你毋是3点才下班，你即摆就转来啊？我今日专工倒来啦。你敢知？我伫区路无有啥物人？啥物人？丽玲啊。你伫遐创啥？陪人去啉酒。嘿，我咧倒。丽玲，一杯甲我啉落。你啥？丽玲？有你啥物人？来甲我撞到遮。你无看已经醉啊！你无叫伊啉。哎，丽玲，别走啊！哎呀，丽玲，行，我带你来倒，莫离啦，行。啊，你是啥？哪要带我去倒呐？丽玲，我准啊！你来这要创啥？我听讲你伫遮上班，行，我送你来倒去。我已经无厝啊！你是要带我倒去倒一间厝？丽玲啊，无伊是恁什么人，哪会要带你倒转？唔当诶，伊哦是我以前的人客啦，啊伊叫我哦要互伊包饲啦，你莫插伊，咱啉酒吼，来啉酒。丽玲，你黑白讲啥？莫啉啊，行啦，倒去厝啦。少年的，叫查某囝甲你破酒，你敢还阁有迄个面子通倒来食？紧走啦，人我爱插你，我明走。哎，是你是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倾诉，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是缘分命运，天怎样安排阮？春玲嘛，啊，你哪会规定徛在遮啦？春玲嘛，你莫走敢袂用的。免来用的无走啦。啊，阮翁即摆毋知去倒位，我会去来甲找转来咧。船长啦，你住伫遮，共款嘛会当找船长伯啊。对啦，你倒伫遮有闲的时阵，我会当甲你斗找啊。我知影恁大家拢足有心啦，毋过恁有心都无时间啊。大家爱趁钱爱上班，免有时间来甲我斗找啦。少年人顾前途较要紧啦。我家己的翁，我家己来找就好啦，吼。啊，你要倒位找？嘛毋知影，四界找看卖啊。人讲一步一脚印啦，只要我有心哦，一定找会着啦。船长嘛，你即摆有心无力啦，啊，一步一脚印是要请当时。嘛是爱找看卖啊，免烦恼啦。钟贵啊！钟贵，钟贵，你是咧装啥？谢天谢地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，你还搁伫的？啊，我当然嘛搁伫的，是安怎啦？钟贵啊，你足无意思的呢！你要离开这，你毋着甲我通知一下，对无？我要离开这，毋啥物要紧的代志，哪着甲你通知啦？啊，你哪会知影？好，你要敲电话甲我讲的啊！船长嘛，你都要去啊，较侪人甲你送者啊。你咧讲啥啦？啊，你较老咧啦。对啦，伊的意思是讲家己人较温暖。我知影伊的意思啦，后摆讲话无遐简单啦。啊，一个讲我要去啊，一个讲我还搁伫的。哎，春辉啊，啊，既然大家友情相送吼，你就莫甲拒绝啦，吼，互因大家表现者。各位非常的感谢恁大家相送，
嘿，阿里嘎多，さよなら，see you again。哎，是我要甲人离开，哪会你咧撒悠那啦？无啊，我要带你去啊。啊？你哪要对我去？我带你去找翁。哎呦，你拜托，啊无怪哦，哎呦，甲真摕到这两大包，啊去放到头壳顶一个创啥？找翁是我的代志，迄是真辛苦呢，四界行透透，你莫去。春花啊，我唔惊艰苦啦，你去到对吼，我就带你到对。你会用去食苦，我嘛会用去食苦啊。反正吼，这世人吼，带你行都无唔对啊啦。啊，无喏。春花，我家己一个吼，无爸无母，无兄无弟，算起来吼，你是我上亲的人咧，无要带你就要带谁？好啦，差点嘛，互伊带，安尼阮较放心。是啦是啦。我嘛唔捌看高丽，佫有在条饲甲遮大箍安尼。好啦好啦，互你去啦。我去就行，哎，see you again 啊！谢谢啊，讨厌啊！啊，那多谢哦，要保重吼。行起来，你搞电话，谢谢嘞。搞电话哦。好啦。你莫啉啊啦，你也忝啊，我带你来休困好，我搁要上班，我陪你既然我要带你出去，当然会甲你算出场啦。安尼你就免上班啊，敢毋是？好啊，好，有影吼。好，安尼咱出来，呀。来，嚼哦。细哩，慢慢来行吼。我提皮包吼。好，我等你摕皮包，我遮等你吼。哪里两个查某囡仔？莫搁你妈啦，我水干呢。我无水啊，俾你无，呀，我猜你，呀，你手上你迄呀，来你。小等，我少年嘞，你是要带伊去倒？水干呢，我带伊内面休困。休困，若要休困，我会晓，我带伊来就好啊。咱来。无啦，其实这个，迄王大带去好啊啦。你哦，今仔本来较忝，我请食酒。唔免啦，经理，厝里个代志咧处理，我先来走吼。无。哎呦，3更半夜，看这电话来吵啥？喂，在啥啦？哦，阿强哦，啥代志？哈？真正？啊，你即摆人在啥物所在？好，我随过。乖，代志唔好啊！袂能互啉酒醉，叫人去推宾馆呢。冷冷的雨，亲像是无意义的闲话，唔通来压淡我的生活，我的一切该问的，其实你拢问过。关于爱情，甲人讨论只是假假，两字缘分啊，是最后的我的解释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迄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，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缘做。失去的我感谢天地，倾诉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
心酸像雨水已经落地。既然是我家己的生活，请你相信，该想的其实我拢想过。愿意爱情，感谢过去你的奉陪，一句真心话，谢天谢地，我有爱过。